Hi，我係 Miss Jane。我以前唔戴水晶，覺得係玄學，係心理作用。但而家嘅我戴咗之後呢，最明顯嘅轉變係個人情緒穩定咗好多。今日我就係用一個過來人嘅身份，同大家分享3間喺香港嘅寶藏水晶店。我要求好挑剔㗎。第一間帶你哋去上環蘇豪呢間超級網紅店，未入門口已經俾呢個紫水晶門柄征服咗啦。再睇下呢個摩洛哥打卡點係咪好靚呢？行入去裏邊，哇，真係好似水晶自助餐咁樣，琳琅滿目，選擇困難症又發作。而最令我放心嘅係，佢呢度好多水晶都係源頭直送，好似白水晶咁樣啦，係同喜馬拉雅山嘅礦主合作。作為消費者，最驚就係買到假嘢兼嘥錢，所以來源透明真係好重要。喺度你相信自己嘅眼緣同埋手感，感覺對呢，就帶佢返屋企啦。佢哋有張好實用嘅方位對應圖，可以截圖睇睇。新一年點樣擺你嘅水晶，可以自己睇下。第二間係喺中環嘅，佢唔止係一間水晶店，更加似一間身心靈嘅補給站。除咗水晶，仲有好多周邊，例如氣場噴霧、脈輪精油或者其他擺設。喺呢度你可以揀自己想要嘅水晶，整你嘅擴香瓶或者水樽，又可以試下佢哋免費嘅抽籤服務。好似我咁啊，就抽咗支中吉嘅，然後就可以對應翻揀唔同香味嘅線香去提升運程。最正嘅係佢哋有一個脈輪檢測嘅服務，幫你睇翻邊個脈輪係比較弱，然後推介對應嘅水晶俾你。我自己最後咧就買咗呢個班彩螺，喺新一年將佢擺喺東南位，招下好運。如果你都好似我咁好注重身心靈健康嘅話咧，呢度咧就好適合你去睇下啦。第3間喺尖沙咀嘅樓上鋪係我嘅私藏嚟嘅。坦白講啦，作為前時裝編輯咧，我最驚嘅就係同人撞款啊，所以呢間鋪頭咧我係超中意嘅。因為佢哋嘅設計咧係真係好有心思，唔係求求其其咧將啲珠穿埋一齊就算，而係一件真正嘅首飾。我每一次帶呢條手鏈出街嗰時咧，都俾人問爆係喺邊度買，而且佢哋嘅水晶供應商咧都係好有信譽啦，質量一定係有保證。對於我呢種又要能量又要顏值，仲要有獨特性嘅人嚟講咧，呢間鋪頭簡直係寶藏啊！如果大家都中意我嘅分享，可以留意我日後嘅直播，我會發掘更多好嘢俾大家。下次再傾啦〜